大家好，我係 Kevin 啊。航運股強勢到底係咩原因呢？今日用1分鐘時間同大家拆解一下。中東地緣政局持續緊張，美國襲擊伊朗嘅核設施，伊朗揚言要報復，仲話國會通過咗封鎖全球運油主要航道霍爾木茲海峽。市場擔心運油供應短缺，運費自然上升，同運油相關嘅航運股炒起。中遠海能理應係最受惠，由4月起累計反彈超過7%。匯豐研究指出，中東局勢再加上紅海危機，貨櫃船要繞道飛收，運費上升對航運公司有利，但同時要留意運力過剩、關稅等嘅風險都未解決，唔好只係睇中東相關消息啊！戰雲密布，你又會唔會考慮入市呢？定係等局勢明朗啲先？歡迎留言討論啊！記得下載 ACAT 再加埋媽媽大風扇群組成為我嘅盟友，再加埋我嘅IG cat 朱永賢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嘅心水股份情報啦！